南投县骑自行车小镇漫游的活动进入到第3年，今年是串联着南投、民间、草屯、德山、市集甲埔里陆续来展开着活动，乡亲会当安排时间到南投骑自行车，感受美丽人文风景。 冰河国小精彩太古替南投旅游百客自行车小镇漫游活动来宣传。今年的活动当中，有3场囡仔的步练车比赛，成为一个经典型固定的活动，并且年年来创新，能够每年都吸引全国的游客以及骑手来这边。 骑乘自行车。这礼拜六就是第1场活动，伫咧埔里大城开始，接落来还有南投、民间、德山、草屯、集，等大家做回来。我们南投的风景、人情是有多么的好，然后呢又可以减碳。这个自行车活动也举办了相当多年，那也在这每一次的活动当中呢，来不断的检讨，然后也是为了要让更多爱好自行车的好朋友们可以来体验我们南投每一次不一样的美。南投县政府邀请大家做回骑车，欣赏南投的水。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